今天天氣太怪，整天只想百無聊賴，手機資訊太快，劃過也不想去了解，一堆未清的工作，不打擾我拖的心態，9000個負債，籌備開工的那刻，卻想收下指甲，抬頭看看天，回覆一些信件，又到今晚8點。拖得幾多盡情的拖，理智於身體不可。大腦遇上胡亂運作，但兩臂無能力負荷，又繼續了症狀，又藏了我，空空的等待時間過，看秒針逐刻走過，越過壓越逃避現況，我只想再偷一點懶惰，不如繼續拖。籌備開工的那刻，卻想打掃一下，忙完了信件來清一清桌面，又到深宵2點。拖得幾多盡情的拖，理智於身體不可，大腦遇上胡亂運作，但兩臂無能力負荷，又繼續了症狀，又藏了我，空空的等待時間過，看秒針逐刻走過，越過壓越逃避現況，我只想再偷一點懶惰，超出了負荷。就快去做辯解，時日太多滋擾，請理解，別再說我耍廢，拜託讓我自怨自艾。拖得幾多盡情的拖，我這刻不想交貨，讓世界遇上地運作，讓我醉心投入幻覺，又繼續去磨撞，又錯了我1000分壓力誰察覺，這次的一出不錯，但我沒法停到運作，哪位可以給一點救助？不想再受折磨。